侯友宜选总统竞选的班底豆豆啊形成了。有风声讲，国安会前秘书长金溥聪已经来加入到侯友宜的竞选团队。侯友宜今仔日亲口来证实，讲金溥聪是伫咧2天前加入团队，而且佫是侯友宜亲身去甲拜托的。侯友宜讲，这礼拜就会公布伊竞选团队的干部甲组织的结果，后个月成立竞选总部。假日在庄脚拜会地方头人，争取支持以外，备战2024侯友宜竞选团队会搁再分化，包括邀请前总统马英九、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有机会担任警务主委。即摆某人建议由朱立伦接任总主委的职务，或者操盘选战。我还是要麻烦朱立伦主席能够继续的带领党的组织。7月份竞选总部地成立，听讲未设主委该由镇长操盘选战，包括国安会前秘书长金溥聪、台北市政顾问陈国军都已经加入团队。金前秘书长大概在2天前已经加入我们的竞选团队，已经开始参加重要的会议，也给我们很多的指导。前总统马英九重要幕僚进入后团队，加强战力、抢救支持率。因为即马对手郭文泰的阵营将枪口对准侯友宜，评估若是会当将后面调支持度压低伫咧15%以下，郭文泰都可能选调2024总统。侯友宜佫一摆骂郭文泰的服务无效政策，反起反倒。凡走过都必留下痕迹，画面会说话，很清楚的。柯文哲说过的都很清楚的，都会留下记录的。侯友宜对外加强火力，另外一边嘛伫咧分化内部的团队，继续争做防起步的对象。Hello， 我是叶明，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